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已经来到两度啊，像安尼。就是真欢喜。咱今仔要来一个设计哦，今仔来即个公园，对无？来公园，听来讲佚佗公园。这伫台南诶，我若想毋捌去过。台南因为较新，这个公园较新。安尼哦，足侪人毋知影这是咧创啥诶。这个什物巴克类哦，巴克勒纪念公园。这个名拢讲毋对，歹势。因为巴克勒对台湾诶贡献足大，所以爱去有爱纪念公园。有人知影这是听讲伊去第一个什物大学，第一间就是大学甲咱普通讲诶大学大学吼，还是讲大学啦？迄阵叫做台南大学啦，迄阵诶名。是，而且伊个是第一个校长对无吼？伊做第一个校长对。其实即个人吼，伊做足侪代志诶，所以呢，咱要讲足侪集诶哦，会当讲伊诶足趣味诶故事吼。第一个故事是咧讲啥物？讲伊安怎来诶。第一个咱先了解伊名做啥物。伊当时出世，当时过身，伊过身伫台南。伊诶墓地也是伫台南。伊出世巴克勒你也有拍，若袂晓读巴克勒你看这罗马字就会晓读巴克勒巴克勒。巴克勒1849年11月21出世，到1935年10月7号。伊出世伫英国诶苏格兰诶格拉斯哥。格拉斯哥即间学真特殊，所以咱两工有一工来专门来介绍即间学校。伊就是出世遐，宣教士出足济。无简单诶，安尼明仔载就是伊诶生日咧吼。如何？伊足少年就来遮，嘿，遐尼少年，而且遐尼久诶吼。60当25岁来，60当，所以话85岁嘛吼。85岁，伊就是来遮诶是诶隔冬哦，伊就做校长啊，真拍拼诶一个人吼。因为伊来诶时阵李秀牧师伫高雄遐已经有学生，台南伫马雅国诶时就开始有学生，伊来诶时拄甲两边学生拢甲伊合做伙，拢带来台南遮建立一个大学，迄阵叫做台南大学啦。即阵诶台南新学院对。迄阵就起足水啊吼。即间就是台南新学院。目前拄好咧整修，以后会更加水。听讲后来诶我以前读诶学校中营兼女中中营女中，就是后来因为伊去诶。拢是甲巴克勒有关系啦，因为伫遐募款，个因为伊来遮就是咧要教育遮诶毋捌字诶人，互因有福音人传。就是讲毋捌字诶，无人要爱诶，伊就将福音传互伊，爱要针对遮人，一定得爱教因读册。什物册是上好读，伊就甲伊制作出来吼。咱看巴克勒牧师学生是，伊学生伊做学生诶，伊15岁就入去格拉斯哥大学诶。天才呢吼。伊伫格拉斯哥大学诶是有3个学生拢足杰出，所以叫做格拉斯哥诶三杰。伊是其中一个啦。因为为什么讲伊三杰呢？因为因3个拢做伙奉献互上帝，
做宣教师，一个是去印度，一个是去中国的汕头，巴克咧是来台湾，所以三个是一个足有成就的。你看伊较早因做咧研究迄款电容量就是咱即摆讲电容的意思就是两片金属中有一个绝缘的物件，甲伊解开，安尼就有一个电容量就是电容量。迄个电容量佮甲伊的距离有关系，佮甲伊的面积有关系，甲伊中的介质有关系。伊就专门在研究用什么介质，迄个电容量才会当更较大，就是安尼。这老师专门诶，会当开一堂，上一堂上一堂电容量其实电容的原理就目前咱咧电脑在用啦，大家人拢知影讲 IC 什么记忆体大家拢捌。其实伊也是用咱电容的原理做的，伊个充电甲放电安尼嘛。听起来足厉害的呢伊研究的成果因有一个即位叫做威廉汤森，因为即个论文即本的杂志是非常有名，会当有论文进入拢会当加入皇家学会，所以有加入所以的名，伊的姓名呢，就刊登伫大英百科全书。厉害是。这是一个记载所有有名的人啦，因做什么代志啦，还是讲做什么大的事业啊？是169年，伊伫对因3个学生毕业以后，佮入去因家己学校的神学院，因为敢若是各位大学内底有神学院，伊就佮入去读，读了以后，巴结咧佮回德国。莱比锡大学来读神学班当，然后伊甲对利物浦出来对利物浦刚好即个第二张你拄则看迄个图就是，敢若师傅大学你即张图就是对英国利物浦，你迄是坐飞机呢，较早坐船呢，毋是安尼走咯。就是讲即阵坐飞机爱15点钟、16点钟你看一前可能为遮行。3个月吧。为遮行，几啊个月才有法度坐来遮因拢坐对非洲的南边去咯。爱为下骹去，再转来，几啊个月，无简单的，遐尼远所以伊来一抓台湾，伊就拢伫台湾听讲中国有转去啦，转去因。有转去着，因拢有宣教师拢有放假1冬，还是讲2冬，转去因转去拢募款啦，若无就学习新的物件。像马雅国咱已经讲过啦，伊休息转去，就是甲迄个印刷机用好，巴结咧转去英国休息，就伫遐学安怎印刷。印刷机去英国学，放假转去。苏格兰的时开始学要哪甲迄个机器组起来，要哪印册。这无简单的后一摆咱搁继续讲。所以伊伫迄个拍狗高雄对无？打狗。来通李秀牧师学习。学习学习，即个伊就来台南嘛，就怎固定伫台南。是，所以一个工堂内面呢，有一个真特别的物件即个迄个用阿蒙头做的安尼翘，那像海鹰安尼啦，一鹰过一鹰，意思讲足重啦，即会当安尼连续到足侪档，为什么呢？因为顶悬有写字，就是巴结咧。伊16月生日的时阵就已经决心要奉献伊家己，
所以你看1865年11月21，巴吉咧16月生日，伊对迄日决志要献身，献身了，伊有一个誓约，迄个文就写真长啦。伊主要内容是讲顶悬遐这个字，讲我决心放下过去，主宰我的一切，将家己奉献伫你的面前，就是用上帝来祈祷，讲我对呾以后，我无家己做我家己啊，就讲我袂当主宰我家己，我一切拢会，叫我去危险的所在。叫我去水林，叫我去山里，叫我去倒位，我拢要去。我无利益的所在，我也要去；危险的所在、丧失生命的所在，我也要去。就是迄个意思，将家己交托给上帝。所以，伊对我开始每一当的生日，伊就踮伊的誓约的文内底个签名。到伊死的时阵。人咧整理伊诶物件，甲发现着讲到即本足奇怪、足久诶物件，甲看着讲哇，原来就是伊每一当诶生日，拢伫遐签名啦，拢总都签69届。伊娶某以后，就讲1892年伊娶某啊，娶某因某啊继续伫有哪甲伊伫迄张文内底签名，所以伊拢总签69届。就是讲，伊拄活69当啦，对于心，16月决心要奉献给上帝，伊活69年，上帝就互伊活69年，逐年拢无欠息，这敢若这点就毋是普通人做会到的吼。真正诶，老师，逐工拢咱们新年新愿望对无吼？大概迄个第一天新年第一天诶时，就开始讲我今年要安那来到年底诶时拢袂记了吼。袂记明年就个另外一个新诶愿望有无？对，是逐工拢相像。是，就是即个吼。迄个拄则咱看长长诶物件顶悬就刻一个字来，咱直接会当看我决心放下过去，主宰我诶一切。你看，因为巴吉咧是伫台湾拢总写罗马字，伊也用罗马字咧教世人。伊有一个公报社有一个教会公报，规个报纸、规张报纸拢是即款字啊。迄阵台湾人足侪人拢会晓看。假使若台湾无互人禁止，讲袂当用，袂当讲台湾话，若是无用禁止来讲，即阵逐个人拢会晓写即款字。差不多对囡仔到大人，所有的台湾人拢一定会晓写这个字。毋过即阵大家拢袂晓，即阵差不多90%拢袂晓。但是我会记我几当前啊，伫台湾啊，10当前等于台湾教册是有开始咧教这呢，即阵应该有继续教。有继续教，安尼大家拢无要学嘛。对，咱今仔要来继续教一个什么台语的一个鼻空音。台湾话有一个足重要的所在，鼻空音。就是边仔有写一个细字的。中国话无的啦，中国话无鼻空音，所以中国人要讲台湾话有一个困难，就是讲鼻空音袂晓讲，叫做鼻音啦。鼻音要哪表示？就是讲，甲一个字的顶悬用一个小音，一个音甲细字咧，迄就代表即爱读鼻空音，像 CH、RI、菜有无？即个若无鼻空音，是毋是做在？第二音在。你若有一个小音，在的鼻空音要安讲？你家己学看觅。在，你平常话音，像咱个一个最简单的例来讲，有平常音免哪讲？叫做安姑安姑那个就是平常音。那伊咧个加平常音免哪讲？就是 A 伊毋是伊的伊。
弯个圆哦，啊那 A 哦，你拄则讲的 A 加平常音的 A 田的哦，蜻蜓个田的，所以咱知影讲字的顶悬有一个小的 N， 啊，你就是爱读做平常音，啊，就对啊。所以有那真简单啦吼。是，将家己奉献伫你的面前，因为伊这是无咧对人讲，伊是对上帝讲的话。哦，这最少讲将家己奉献伫你的面前，你就是上帝。所以咱就伊每一人哦，拢安尼签安尼祈祷，毋过伊无互人知哦，到伊死才发觉。毋是要互人看的，讲你看我逐当拢有迄个。无毋是，伊死甲发觉，发觉了后，就互因囝、因孙保管。后来吼，在无几当前哦，有搁摕转来台湾，有去甲伊讲啊，讲是毋是来奉献互台南新人医，啊，因为第二代孙辈就真欢喜愿意，啊，就将迄个资料从互台南新人医。目前伊签的遮个物件，还阁留伫台南新人医。是，咱有闲吼，观众朋友会当去即个新人医内面参观者，有听讲有一个馆吼，你纪念伊的一个馆。纪念较早的物件所留落来。咱讲到巴克勒时吼，咱就想到圣经有一个人吼，伊嘛是讲啊，伊要家己奉献吼，注意甲什物代志，拢看做本色。迄个是保罗啊，保罗伫腓立比书有讲3章8节哦，讲毋若安尼，就是头前佫有讲啦嘛，讲我真正看万事做无利益，做无利益就是当做本土啦，当做本色啦，因为我掠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第一号，就讲我掠基督做我第一，啊，剩的拢无重要。好，我为着伊就是为着基督，捌放杀一切，我捌安尼放杀咯。所以你看，伊本来做官的呢，保罗本来做官呢，会当有权利去掠基督徒来关哦。而且伊个是足大诶吼，足大诶。伊拢即摆拢无爱，拢总放杀。哦，钱啦，啥拢无爱。地位啦、关系、官位拢无诶，伊拢看做本色。为什么要安尼？是爱要得到基督，所以为着要得到基督，放下一切。啊，即阵吼，你毋免放下一切，你就会当得到。敢有人无爱得到？对吼，有道理哦。毋免放下一切。但是嘛是有算放下一切，放下迄个旧诶人吼，无好诶人，对无？而且就毋免看这人看伊诶吼，其实伊足够保罗啊，伊是足够诶人，人会当足尊敬伊诶，伊会当做啥物？啊，伊个捌足侪物件吼，对无？就是想起即个巴克勒吼，巴克勒同款，巴克勒捌诶物件真济啊。15岁就去大学安尼吼，所以观众朋友敢有安尼吼，咱为今仔日开始对无？因为年底啊吼，咱就来写一个新年。放下一切，放下一切，为着要得到基督，为着要得到上好诶吼，像迄即个把即个吼。伊签名，逐当拢个伊写诶物件吼，爱个讲一摆，个签一摆，表示是有真正安尼做诶哦，厉害好。啊，所以咱后礼拜呢，要过来讲伊伫台南吼，有做侪代志诶吼，其中有一个代志足厉害诶，互台南定一个啥物和平纪念日吼，这是安那？后礼拜老师各位。咱继续讲即个故事吼，好，安尼多谢观众朋友，咱后礼拜AM拜一 AM，台湾8:10，泰国7:10，澳洲1:10，
搁做伙来讲吼。希望即个节目会当帮助咱搁较了解咱家己的土地，搁较了解用台语来了解台湾，了解圣经的故事，来了解上帝的计划。啊，来家己饲一个赞，爱记咧，家己饲一个赞。好，多谢老师。多谢观众，多谢。